畫家董日福出生於台南五條港，自幼在運河畔成長。因喜愛繪畫，曾前往郭柏川美術研究室學習，專攻素描與油畫，作品屢獲肯定。他獨特的用色與構圖風格也深受企業家喜愛，許多作品也都被收藏。這幾個顏色好像很簡單的顏色，可是它呈現出來的就是很完整的一個運河的一景，這樣子。董日福過世前，曾向張白玲說起舉辦畫展的心願。如今，在大興美術館創辦人王慶祥以及企業家江成達支持下，終於讓這場遲來的展覽成真。其實有一天，不知道為什麼突然睡醒，我就想到老師在那一天交代我的一些話，因為他一直很希望他的畫能夠得到有一個歷史的定位，所以我才又想到說啊，我應該去找這個就是對台南的藝術很有概念、很有貢獻的這個也是企業家，也是我們大興美術館的創辦人王慶祥先生。我去跟他談這件事情，然後他才促成了這一次，他提供了這個場地，然後也給了一點贊助的錢哈，然後請我當策展人來辦成這個展覽這樣子。張白玲表示，老師的畫作色彩奔放，構圖扎實，每幅畫作都蘊含深厚情感，觀賞時總能帶給人們心靈震撼。這次展覽不只是作品的呈現，更是完成老師生前未盡的心願。我們看畫感覺到的愉悅，其實是來自於他那個很奔放的色彩跟線條，還有他是一個書法寫得很好的人。所以他的每一個你看他畫的每一個線什麼，其實都有骨頭的，它不是虛飄在那裡，它是很扎實的一個畫的呈現這樣子。那顏色也很好，就是我想，如果你本來有一點昏昏欲睡，你看到他的東西，其實你會有心靈一震的感覺。從五條港的童年記憶到畫布上的城市風景，董日福將一生對藝術的熱情留在作品中。竭盡此生畫展，不僅追憶為台南畫家的創作足跡，也讓更多人透過畫作重新認識這位深耕台南的藝術家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